后来乡亲啊，这个农历过年7天的年假，若是爱上班，薪水应该安怎来算呢？咱报互你知。还是会难过啊，因为除夕夜本来要跟家人一起吃饭。过年爱上班，袂当含厝内人慰劳，若想到就真艰苦。若委屈，就爱大声讲出来。头家听看卖，爱互你偌济钱，才愿意乖乖听话上班。我觉得 double 吧，大概2倍啊，或3倍。来，看过来，薪水到底安怎才合理？你的公司若是有照政府办公的规矩行，今年慰劳暝前一天含初2是休困日，迄天上班应该摕到加班费。若慰劳初1、初4、初5是固定假日，头家应该发3倍薪水。初3就要特别注意是例假日，除非是有天灾或者是熊熊发生的事件，若无劳工是袂当出勤做工课。那如果劳工有出勤的话，这个部分的工资是加倍发给，而且另外还要再择期补假。大家休假欢喜踅街，不过排班制服务业就无咧轻考，爱个大声甲你欢迎，安尼因的假是要安怎排？那如果劳资双方他们其实有协商要调以国定假日到别的天去做一个实施的话，也可以。若是劳工含头家敲好势，甲固定假日的休假刷去别工休卖使，头家就免加付工资。规个过年特别到啊，不管年假敢要上班，拢先祝大家新年快乐。